阮办案人是首届高一的新北市上协的菜体候选人林俊成，伊为到几多经济方而人听书的声音呢，韩国高关怀学生的成立的因为下课友好起嘅小草书屋，免费提供课辅韩国才艺课程一道。声音呢有人关心，如果唔会行岔路，喺去年底，伊含屯当地一间外科医院打造做职能学院，结合菜体嘅工艺能力。 好本国中高中嘅高关怀声音呢，特别中介教育嘅学生嘅，是咧提起只嘅培养专长屯数艺。另外还有一间投资品实习商店，为要得声音呢出社会是得加把个顺序，大帮推艺人做盘，关心艺人，亲转艺人的痴心。 店中总吃面的实习上店杜康，等你员工做豆腐会注意哪道东西同方法，每次加来示范。你这只手干嘛那么急嘞？你干嘛？画大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你越来越快的时候，它会起泡啊，不是吗？你慢慢画看看。 阿家謙係實習上店杜康嘅員工，佢肯認證現正養媽媽過程，屋企嘅環境並唔好。當時嘅佢學校同社會都放棄佢，後來由實習上店嘅執行長林俊成同店中總師妹同佢聽祈求過啦。因為他是大哥啊，是一個長子，那他其實又身兼了父親的角色，又身兼了媽媽的角色。 那後面很多的弟弟妹妹要照顧撫養，可是他中輟的時候，其實整個狀況非常的糟糕。那學校也放棄，社會也放棄他，其實連自己也要放棄自己。那當時我就跟着孩子說：“我說我要想辦法把你拉起來。”你看，拌没幾下就凝結了。 温度太低了哦！做过那么多次了，还这样子。現正係頭一擺接觸職場，阿家謙對職場嘅倫理係唔係已了解？嗰數頭下馬工作嘅態度同情緒並唔好，學習未看慢。在工作上，你跟他講過的事情，剛講完1-2分鐘後，他卻就忘記。 那來每天遲到，一開始我很兇去對他，後來就是其實變成說軟硬都要去改變他，對。那我也曾經跟他說過，你沒有辦法改變你的人生，沒有辦法改變你的生活，那沒關係，由我來慢慢改變你。媽媽過世後因為就是聽朋友勸說，朋友說可能找工作會那個陰影才會比較好走出來。 我們就是過了幾天後就過來找我們執行長俊哥，然後過來就是跟他說我想要找工作，雖然我性格有點常常遲到，這有點不好，不知道，但我已經有在努力的去改善了。地點嘅杜康對學做頭呢，都會做豆腐花、豆腐丫頭，經過1年嘅學習，阿家謙每天呢亦會進步。 無論係技術，還係工作態度，都有顯然的改變。其實我一直灌輸他一些導正他一些觀念，就是反正就是自然，你每天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一樣，就在這小小的空間裡面，就是一樣。那其實他學到這麼多，其實一直都有在進步啦。他在練習，我也在練習；他在進步，我也在進步。關於豆製品的。 那些每個步驟啊，一一去摸索去了解，才能知道說做出來豆漿會有多好的那個品質。然後後面開始慢慢學會尊重跟那個基本的友善那些人。打造一嘅實習上店嘅係執行長林俊成，幾年前佢進到家鄉實習累積加粗經驗嘅，嗰數未開始了解到，才聽有一道高關懷嘅聲音呢，為你聽書。 嗰數2007年，對頭也到聲音嘅工業輔導開始，還成立嘅書屋嚟做工業輔導嘅店。稍等佢哋發現，一道國高中生嘅聲音呢，其實係開始有人聽書。
那经常不去学校，有的是中辍，那有的有碰到毒品。很可惜是，我们没有机会，没有缘分，在他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他的生命去影响他。怎么样能够给这一些对学习成就不彰的孩子，能够有新的学习的方式，或者是说让这些孩子能够透过另外一种方法，另外一种学习的机会，他去找到他生命存在的价值。高中林俊成去年年代同3.1件切身6年歷史嘅外國語言，為操作輔導國文法同中嘅教育成人嚟嘅職能學研，結合咧在地嘅公認能力，教育到成人嘅技術，未培養其他到目標嘅準則。這個空間提供給孩子學習的一個功能場域，那同時也把在地的這些職人師傅在這邊變成是一個平台。然後同時，也不是只有我們的孩子可以學習，也讓社會大眾透過這平台，他也可以來進階的學習。刀子要從左而右，因為為什麼？刀刃在左下面，你從左到右就像寫字一樣，從左到右才可以用到這刀刃。因而參加各種中階教育嘅成人呢，當地嘅項目條嘅基本技巧，對腦到位，多看出線條同發用嘅牙條，對亞當中天天嘅培養出興趣。就是讓他們可以建立他們自己的自信心，對，然後磨練他們耐性，對，在雕刻上其實要花很多的心思，從磨刀開始，讓他們知道就是刀子不利的時候，就是會影響他們雕刻，進而知道這個欲先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的這個道理。喺課程當中，唔單將培養其他條嘅興趣同準則，其實未建立其他條嘅自信同勇氣。我最有興趣就是木雕，但是我一開始也沒有，也不太會，就是我以為我不會完成那些功課，但是後來做，越來越有興趣，就是想有挑戰性，想說可以把它做。磨刀的時候真的有點就是不耐煩，就是手很痛，開始刻的時候就覺得有點不一樣，就是。老師就教我們慢慢刻，就是從基礎的開始刻，然後刻到會了之後，雖然有點不好看，可是，覺得有心的話就可以把它完成。佢哋亞洲成人呢，未支持其他條，林俊成同3邊經驗、3期嘅經驗同採體嘅能力結合起來，亞洲是有人聽數嘅青少年，得嚟到下卡度嘅愛同溫暖，未打幫培養紀念同準則，亞洲未接到自家嘅人生價值。